州隊，第三戰到龍之傑 A 隊，第四戰到倫理保險龍舟隊，第五戰到協保龍舟隊，第六戰到頂得住體育會，第七戰到渣打銀行龍舟隊，第八戰到巴士龍。好，繼續，冇係。波好矮啊，係啊，但係佢仲有啲。有請混合組錦標賽第一場 D 組嘅榮理集團建龍社，盡快去到建築區嗰度。有請榮理集團建龍社，盡快到。展開啦！一線健龍，二線海東青龍舟隊，三線龍之傑 A 隊，四線國美保險龍舟隊，五線協保龍舟隊，六線頂得住體育會，七線渣打龍舟隊，八線排位第一個角落，只要暫時拉出嚟有一線嘅健龍同埋二線嘅海東青啊，上個車位啊，但第三線龍之傑 A 隊亦都拍波飆咗上嚟啊，仲有第四線國美保險集團最愛先第八線。亦都好快啊！稍為落後嘅有第六線頂得住，第七線渣打銀行，第五線協保龍等等嘅。好啦，準備過最後頭波，三線後線叮當龍頭啊！建龍之傑 A 隊搭緊文理保險體育會啊，仲有最外線嘅巴士龍亦都加入前團喎。好啦，準備衝線，究竟邊支隊可以首先嗰終點啊？第八線巴士龍定係第四線文理保險呢？哇！三支隊伍啊，叮當龍頭喎！似乎目測呢一次係第八線，巴士龍最尾嗰幾板冚過咗，壓過咗第四線宏利保險龍舟隊同埋第三線嘅龍之傑 A 隊啦。混合組錦標賽 G 組嘅。